你信唔信呢？未來中山啲樓你唔係劈價賣，而係賣唔出。尤其係有啲樓咧已經完全賣唔喐啦。我係 Alan，一個中三嘅地產經紀。我講嘅嘢未必好聽，但係每一句說話咧都有機會幫到你。好多人咧喺中山買樓，經常用嘅一句說話就係：我買嚟住㗎，又唔係想賺錢，亦都冇打算賣咗佢，將來蝕啲咪蝕咯。但係你有冇諗過，若干年之後啊，你揸住層樓喺手上，仔女又唔願意接手，自己又賣唔出嗰陣時，你再後悔已經嚟唔切啦。今日我同大家講嘅呢樣嘢，好多人到而家都仲未睇明。中山啲樓已經係多到賣唔晒啦。做 agent 嘅呢8年嚟咧，我睇過嗰一啲只睇一次樓就落訂嘅人，連地區咧都仲未搞清楚就俾合同俾定金。你問佢點解咁急咧，佢都講唔明。佢只會同你講啊，千金難買心頭好，人哋都話呢度好，我咪跟住買咯。佢又會同你講，香港以前好多樓個區位都差，但係而家個樓價又咪一樣高咗10幾倍。咁啊，你要知嘅係咧，中山呢個城市唔同香港。香港係國際大都市，地方細，人口多，好多位置都係寸土寸金。兩個城市好多嘢都唔同，睇樓邏輯又點會相同呢？比如話中山嘅土地面積係香港嘅1.6倍，但係人口咧，香港反而係中山嘅1.7倍，而且目前中山仲要係一個養老城市添。所以如果你係用睇香港樓嘅角度去睇中山，一定會睇錯。你聽到人哋話呢個係港人社區，入邊2000伙、3000伙都係香港人，環境又優正，空氣又好，你話呢個就係你嘅理想退休場所。但係你過多幾年之後再睇，你再睇翻你呢個小區，開始去好奇一樣嘢，點解每次翻嚟其他住戶都唔喺度嘅？夜晚點解經常都冇人開燈嘅？有啲人家連空調都唔裝，又係點回事呢？其實嗰啲咧就唔係因為人哋冇翻屋企同埋冇裝空調啊，而係根本就冇人入住。再過多幾年，你發現話物業保安越來越少，公共設施類似羽毛球場啦、會所啦、泳池啦，全部都開始出問題。點解呢？因為幾千伙嘅小區入邊，物業只收到唔到1/4嘅物業費。咁佢唔夠錢出糧，點樣去招人，又點樣去做維護呢？完了！而且呢樣嘢唔單止係發生喺偏遠郊區，就連市區範圍都有一啲樓盤有咁嘅問題。而家樓市最矛盾嘅地方就係人少咗，但係樓依然係咁多。而最尷尬嘅就係香港人仲喺度熱衷於買一啲冇人願意買嘅樓。我做呢一行8年，帶過超70人嘅團隊，一年做過3000萬嘅業績，我好少講咁重嘅說話。但係而家嘅市場真係唔同啦。以前我同班同事話，你帶客咧就帶客戶中意嘅，清楚佢嘅需求同埋預算就可以安排大項嘅路線。嗰陣時嘅客戶啊，唔係睇個盤合唔合適，而係睇自己究竟有幾中意，心儀嘅樓層仲有冇。好明顯咧，係感性大於理性嘅。而家就反轉過嚟啦，你去問一個而家睇緊樓嘅人，佢個腦入邊諗嘅咧，唔係自己有幾中意，而係喺度驚買錯。佢會開始去查閱發展商背景，開始睇產品力，開始睇購買人群，甚至乎開始問自己一個以前好少問嘅問題：我而家呢個決定會唔會影響我未來10年呢？呢個轉變咧，好多人到而家都仲未意識到，但係市場就已經發生緊啦。你可能會問，點解會變成咁呢？我同大家講一個好多 agent 唔願意話俾你知嘅事。以前市場火熱，樓價一直上升嘅時候，嗰陣時大家喺度做咩？喺度搶樓啊嘛，個個都驚買唔到啊。因為點解呢？佢驚一路係咁升啊嘛。發展商睇到呢種情況會點呢？咪繼續起樓咯。而喺嗰個時間點，冇人會覺得市場會停嘅，大家只會覺得話我而家唔買，遲啲就更加貴啦。但係問題就出喺呢度，由2021年開始，政府出台咗3條紅線，無數過去不斷高槓桿、高舉債嘅發展商被制裁，開始集體爆雷，一爆雷咧就降價賣，而佢越降價咧就越影響市場信心。房地產最驚咧就唔係個價一直升啊，最驚咧係個價一直跌，因為冇人願意買喺高位啊嘛，最後變成一個好無奈嘅情況，樓咧就一直起，但係冇人敢買。加上少子化，大城市咧又虹吸人口，類似鶴崗咁樣嘅城市咧越來越多啦。所以咧其實而家咧就唔係話冇買家，而係買家開始識選擇啦。今日我就同大家講幾個現實買樓嘅底層邏輯。如果你聽得落去咧，接下嚟一定可以無限減少買錯樓嘅風險。第一，少子化嘅結果唔係人變少，而係人開始分化。而家少子化，總人口增速變慢咗，人應該越來越少啦，應該都越來越少人會買樓啦。但係點解呢排有啲大城市竟然喺度升價呢？呢一樣咧就係大家平時未必睇得到嘅。
首先，少子化係代表全國嘅人口增速變慢咗，以後未必會有咁多人。但係咧，時代喺度進步，人都喺度進步。啲人如果攤開到所有城市，咁每個城市嘅人咧都會好少。但係如果我話你知，啲人變少之後，開始集中去到某幾個城市咧，又會變成點？會變成極致嘅分化。3、4、5線城市啊，人越來越少；1、2線城市人越來越多。好多人咧可能自己一世都喺自己嘅嗰個小城市生活，但係唔願意自己嘅子孫後代依然喺嗰個小城市定居。越來越多後生仔咧開始往大城市去，搏盡全力爭取一張大城市嘅場權。所以咧，其實少子化唔怕，怕嘅係咩咧？你堅持要根據自己嘅喜好去買一個越來越冇人嘅落後城市。第二，城市嘅分化都好嚴重。即使係1、2線城市，依然都會有靚位同埋垃圾位，北上廣深都唔例外。而呢種情況咧，喺中山會特別之明顯。中山有23個鎮區，真正靚嘅位咧就得幾個。如果你唔知邊啲位靚，邊啲位差，你可以睇翻我之前嘅地區介紹影片。喺中山嘅某一啲鎮區，你幾乎係睇唔到幾多個後生仔嘅。我有幾個鎮區嘅朋友，我問佢哋話：你以後會唔會翻屋企住老家層樓咧？佢哋都話唔會，佢哋咧就算勉強喺泛城區買套平平地嘅都好。點解咧？因為老家實在太唔方便啦，學校差、醫療差、商場又老化。我喺泛城區住咧，即使學校爭少少，但係至少大型嘅配套都有。第三，目前嘅情況咧，其實係好事嚟嘅。嗱，呢幾年發生咗好多事啦，發展商爆雷，樓盤降價，一降就降幾年。好多有心人士咧就借住呢個機會喺度唱衰樓市。咁呢啲人唱衰樓市，佢哋有錢攞噶嘛，而且大家仲中意睇添。但係事實係點呢？我哋以前嘅樓市其實就係無限透支，借住房地產嘅快速增長，令好多人賺唔到錢，亦都令好多城市發展咗起身。地方賣土地，賣地嘅錢同埋稅收咧，就攞嚟發展城市。房企收地賣樓，帶動咗多個行業，又提供咗好多個就業崗位。但好多人唔知嘅係，背後咧幾乎大部分發展商都係樓未賣完就繼續拍新地、起新樓，係咁通過抵押借錢嘅方式喺度運轉。呢啲咧就係經濟泡沫啦，你唔可以一路搞大個泡沫㗎。咁啊，所以我哋國家咧就好有先見之明，提前擠破泡沫。你而家辛苦幾年，但係避免咗下一步可能發生嘅金融危機。而同時咧，一連串嘅連鎖效應又讓樓價下跌咗落嚟，更加多人可以用更加低嘅成本上到車啦。嗱，其實拍呢啲影片咧，有時候真係吃力唔討好啊。首先咧，佢又未必係大家中意睇嘅嘢，甚至乎好多行家睇完之後咧都會屌柒翻我。佢哋會問你話：喂，你點解可以講啲咁嘅嘢嘅？咁你講完之後，我哋啲樓仲點賣呢？嗱，你會發現咧，好多 agent 其實唔敢講呢啲説話嘅。嗱，客戶識得太多咧，生意就難做啦。但係我覺得咧，有啲嘢如果我而家唔講出嚟，好多人可能要用3年、用5年，甚至乎要用一層樓嘅代價先至可以明。咁對於我哋嚟講咧，其實每層樓就只不過係一筆佣金嘅啫。但係對於好多人嚟講，一層樓係家庭6個銀包，係一世人努力嘅積蓄，係長期嘅房貸。買錯樓嘅代價太重啦。咁如果你認同我講嘅咧，你可以訂閱我嘅頻道。我個人能力有限，我只係想做好自己嘅嗰一小部分客戶，從來都冇諗住要食更加多嘅市場。全中山嘅樓雖然都可以代理，但係我只代理自己認為足夠優質嘅樓盤，至少咧都會係將來你想賣嘅時候賣得出嘅樓盤。我做頻道咧係幫你喺你買樓之前同賣樓之前應該先知嘅真話，慢慢講俾你聽。都有好多人會問咧，咁我係唔係唔應該買呢？嗱，我唔係想叫你唔好買樓，而係想話你知唔好亂咁買樓。你想判斷層樓值唔值得買，有好多方法，千祈唔好固守自己原本嘅嗰一套，係時候要做更新啦。如果你係睇緊中山，正喺度考慮緊買樓，你可以直接聯絡我，將你嘅想法同埋預算話我知，我可以直接同你講真話，話俾你知你睇緊嘅樓邊啲可以買，邊啲唔可以買。我係 Alan，一個中山嘅地產經紀，下期再見。